1秒。他把一枚硬幣拋進噴泉，正是這1秒，這一次拋擲將以不可辨識的方式改變人類的命運。或許正是這一拋啟動了一連串事件，最終讓人類的腳首次踏上火星的表面。又或許一名乞丐撿起了那枚硬幣，利用其液態屬性換取一定劑量的酒精，酩酊大醉，在失控的狀態下犯下罪行。例如在回家途中殺害了一位科學家的妻子，從此不願再看見這個世界。他把自己關在實驗室裏，沉浸於獨特的形而上狀態並加以研究，而這段隱居的結果將成為科學史上最偉大的發現。這就是我所看見的世界。我在其中看見每一粒塵埃，每一陣風，皆是命運的創造者與塑形者，而他們本身不過是更宏大、更難以觸摸之造物者的化身。1秒。在我們的世界裏，一切皆被預定。你的生命與死亡，你的誕生與成長，曾受古代世界一片草葉的輕賤，文藝復興時期戀人溫柔的一吻，以及19與20世紀交界處一道明亮陽光的影響。這些與之相似的更高意志的化身，共同塑造了你的當下。然而對於他們而言，他們自身的時代，他們的生命，你的當下，亦即他們的未來，卻因意識與理解，包括形而上層面的限制而不可理解。你眼中看似簡單而平凡之物，對他們而言卻是不可能的，儘管他們以最直接、最無意識的方式影響了他。1秒。一片草葉的輕賤，或許正是那一次戰動，吸引了那頭母牛的目光，使它產出滋養而有利的乳汁，餵養了你的祖先，而你的祖先又完成了一連串作為與不作為，最終直接導致了你的出現。1秒。正是遠古的那1秒，如同當下或未來的1秒，使你得以寫下這些文字。它們遠不只是文學，這是形而上鍊金術，不是試圖以文字尋找賢者之石，而是賢者之石本身。觸碰它，藉由把握永恆的知識而獲得永生，那正是宇宙與神聖的密碼，無數偉大的心靈長久而熱切地追尋的目標。或許歷史上從未有人如此接近真理的熱度，然而它並不戳人，因為大義的 G 階段早已預定，而你接近真理，並非作為物質存在，而是作為形而上的本質。烏羅波洛斯合攏了，就在最後一個詞被創造的那1秒，一切都不再需要去完成。起初有道，終結之時亦仍是道。萬物以其所始而終，因為一切如同時間，皆是永恆的烏羅波洛斯。當1分鐘結束，一切便從第1秒開始。在第一個詞誕生的瞬間，最後一個詞亦同時被創造。一切早已被創造並棲居於意識之中，只需被取出並轉寫。這不是考試的小抄，這是形而上的積體，作為一道洪流，自超越善惡的永恆源頭奔湧而來。1秒。它是什麼？有限的跨度，還是無限的延展？它界定了什麼？又如何被界定？它包含了什麼？難道它不過是人類對現實的主觀感知嗎？1秒是一個標記，我們已知，亦被之所係，將某些事件綁定其上，如同草地上的木樁，阻止那頭牛。我們的意識混亂而自由地游走，這種自由常被稱為瘋狂，幾乎從不被稱為天才。成千上萬的雲在天空中漂浮，對他們而言，1秒是什麼？他們又如何感知？時間只存在於人類的意識之中，並且只為人類而存在。對石頭、花朵、雲或動物而言，沒有時間，他們也不需要時間，因為他們彼此之間無需解釋任何事，亦無驅動去界定任何事。他們的生命沒有時間邊界，他們知曉誕生、死亡與其他事件，有時在感知中迅疾流逝，有時又緩慢下來。剝奪一個人的時間，他便會失去其論題與對世界理解的一切基礎。他將無法說出嬰兒與老人有何區別，在他看來，只是形態、種類、存在方式的差異，
而這不正是我們熱切稱之為外星存在的那些存在在我們眼中呈現的樣子嗎？禁止囚犯標記日子的流逝，他便永遠無法告訴你自己被關了多久。時間是我們的鎖鏈，是將我們束縛於此世與此實在之中的事物，而真正成熟者存在於時間之外，因為超越物質者能同時處於過去、現在與未來。時間是所有畏懼真正自由之人所緊找的線索。試想若你被剝奪了那條救命的絲線，會發生什麼？你的一切計劃都將崩塌，不可思議之事將接踵而至，許多人將彼此無法理解，混沌隨之而來。但這不正是人類發明時間之前世界的真實樣貌嗎？原始人不知此概念，亦不知其分割，而這不正是神聖創造世界的方式嗎？沒有任何關於時間的概念或理解。時間是建立在我們意識基礎之上的上層結構，它從未存在，也永不會存在。它只是為了日常凡俗生活而作的簡化。真正的人形而上的存在，存在於時間之外，而時間只是其諸多鎖鏈與限制之一。請理解，我們並非作為時間的部分而生活在時間之中，我們創造時間，而你所創造之物亦能被你掌控。在一秒之內，對我而言，我可以身處任何紀元、任何人的任何空間，凡曾存在者皆可抵達，因為時間是他們的創造，正如現在它也是我的創造。此外，時間的概念常與序列相連，一秒接一秒，一分鐘接一分鐘，一小時接一小時，這些概念彼此依存，缺一不可。然而真正能看見者，既不需要快速，也不需要緩慢的狀態轉化。在不同領域中，這些轉化被賦予不同名稱，如衰老等等。當你在形而上層面把握了宇宙，形是存在的本質，形是神聖的眼睛，你便能同時看見所有轉化，以及在其之前的一切狀態。受限於意識與形而上視野者，永遠無法理解這些話的真正含義，因為物質的世界如同帷幕或簾帳，遮蔽了太陽的光。在我們的世界裏，試圖掀開這道帷幕被稱為啟蒙，而在生者之中，確有人曾得以一瞥自宇宙深處湧出的真光。我們每個人都能治理屬於自己的時間，這並非關於日誌或行程表，而是關於延遲或加速對客觀過程的感知。這些過程自始至終皆已在此世被書寫完成，細至一塊石頭的最微小移動，物質世界的第一個行動，創造了從開始到結束的一切行動。形而上的世界亦然，只不過在那裏與物質世界不同，選擇的可能性存在。第一個世界是腳本的實現，第二個世界是腳本的創造。